火。傳說世間每個人也會有一位天使護蔭，縱使渺小仿如被塵，仍可棲身當愛人呼吸。可惜像我這一種人，聖母永遠不肯給予憐憫。每天遇將苦而祈求，誰可真心的逗我開心？誰說會與我騎回旋木馬，天黑透了，伴我一起歸家。是我或你犯錯了嗎？人被半路撇下，受那風吹雨打。誰人會愛我這種孤兒仔，流落到谷底？恐怕我已是個熱戀的後遺。無人前來認領康壯的身體，若想抱抱就等下一世。誰料我這種孤兒仔，誰贈我安慰？當我至愛路過，亦不想。